中央航空 BR271的航班，今早起9点24分，对台北飞到菲律宾的航班呢，起飞无偌久，就挂7700的紧急代码是舱压出问题，随滑头登到桃园机场。民航局表示讲有接到通报，目前也正在调查。飞轮机的机舱内底，上锁的面罩为天棚垂落来，旅客真紧张，赶紧把面罩挂咧。中央航空一架 BR271航班，初7早起9点24分，要为桃园飞去菲律宾马尼拉。不过起飞无偌久，飞轮机就挂7700紧急的代码，翻头转来桃园机场。271 emergency descent to 510,000, turn left heading 060 due to the cabin decompression. BR271 get requested altitude. 飞轮机发出紧急讨救兵的信号。根据航空公司指出，这架飞轮机是伫9点54分起飞了后，机舱的气压出现各样，所以照标准流程设翻头。伫早起10点42分安全降落，机罩就掉下来了。那反正就是大家就吸了一阵子之后，那就是机长就说气压。舱内的气压有异常，所以就必须回到台北重新换一个班机，再重新出发这样。对，那时间蛮长的，可能长达至少10分钟。航空公司嘛另外派飞轮机，伫下晡1点40分重新飞去马尼拉。不过7700这个紧急代码，这是非常小可。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机场代码，这是代表飞轮机拄到紧急的情形，亲像机械故障、甲火灾等等重大问题。如果说超过1万英尺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调完包有问题，空服员会指示你要把氧气面罩戴好，否则的话，在10到12分钟之内就会缺氧。那旅客呢，在看到氧气面罩掉下的时候呢，不用惊慌，向下拉住，罩住口鼻，正常呼吸就 OK 了。那会提供足够的氧气，直到下降到安全的高度。针对发生意外，中央航空讲造成旅客不便是感觉真失礼。不过后续调查的部分，民航局讲已经有接到通报，后续会以程序来调查。另外，运安会已经派3个先遣小组去桃园机场，等收集资料了后，再个评估敢是要启动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